喺我哋人生裏面會遇到開心嘅事，亦都會遇到患難同打擊。有時呢啲嘅困難唔係我哋可以承受得住。喺患難嘅當中，我哋好希望身邊有人能夠帶俾自己安慰同鼓勵。可惜人嘅話語同安慰係幾咁嘅有限。我哋希望旋風中的安慰呢一個嘅專輯，透過裏邊嘅詩歌同作者嘅見證，能帶俾喺患難中嘅你得到安慰，同時喺主耶穌嘅裏面得到能力去面對前面嘅困難。一首充滿黑人藍調味道嘅詩歌《親愛主牽我手》，係一位著名黑人嘅作曲家湯馬士代斯 （Thomas Dorsey） 所寫所作。呢首詩歌已被譯成32種語文。作者湯馬士代斯喺1899年出生於美國南部喬治亞州，爸爸係牧師，媽媽係教會司琴。佢從細喺教會嗰度長大，亦都懂得彈奏鋼琴。佢19歲嘅時候離開屋企，進入芝加哥作曲學校學習。當時佢作咗好多好受歡迎嘅黑人藍調歌曲，所以喺1920年代中，代斯已係出名嘅黑人作曲家。當佢成功嘅時候，佢就離開教會遠離神。直至有一次嘅大病，佢再返到教會嘅當中，佢願意放下一切，喺聖樂上作全時間嘅侍奉。佢就喺芝加哥浸信會當音樂主任。喺1932年，佢參加一個奮興會嘅時候，收到爸爸寄嚟嘅電報，佢太太因難產而喪生。代斯馬上趕回家，手抱住太太為佢生下嘅兒子而感謝神。然而幾天之後，佢嘅兒子亦夭折死亡。呢個雙重嘅打擊令佢唔能夠振作起嚟，好多日佢唔食唔瞓，佢冇辦法想象失去咗家人之後，佢一個人點樣生活。佢抱怨神，點解讓佢深陷痛苦嘅當中？當太太兒子喪禮結束之後，代斯一個人帶住孤單同傷痛，返到寂靜嘅家。佢悲傷嘅坐喺鋼琴前，隨手彈出咗呢一首《親愛主牽我手》。親愛主牽我手，建立我，領我走，我疲倦，我軟弱，我負受，經風暴過黑夜，求領我進光明。親愛主牽我手，到天庭。我道路雖凄涼，主臨近為憂傷。我在世快大願，美好像聽我求，聽我禱，參我心。
愛主，牽我手，相引導。親愛主，牽我手，建立我，領我走，我疲倦，我軟弱，我枯瘦，經風暴過黑夜，求領我進